跟環境部爭取的這個2.5億的計劃呢，其實包含了1.5億的基本輸電線路電網的建置，還有1億的這個充電設備的建置。這個案子因為遍布全台南37區所以在很多地方是從來也沒有充電站進去的位置。那所以對於輸電線路的基礎工程的建置呢，也要仰賴台電的配合。接下來剩下的這個100多處的這個充電站呢，陸陸續續建置完成之後呢，台電送電完成，我們就會來啟用。所有的充電的位置都會在我們台南好停的 APP 來發布，還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網也都有。歡迎所有的這個電動車的車主呢，可以來到台南市，免除他的里程焦慮。全台南市的37區呢，都有它可以充電的位置。這一次我們在台南37個行政區有布建了將近有90座的快充，它涵蓋有180槍的這個充電槍的席次。另外慢充的部分有266座，這也是目前台達在全台灣所布建單一個縣市場域裡面數量最多的一個區域。快充我們大概在15到25分鐘之內，它就可以充飽150公里到250公里這樣的一個里程。已經預約好了，我就直接掃我的 APP， 它就可以拿槍充電。那充完電之後，它直接從我的 APP 去做扣款的动作。不論我們的快充或者是慢充，我們都把金流付費的機制跟充電樁做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我在現场，我如果没有下載 APP， 我一樣可以直接去操作我的面板，操作我的付費機制的一個面板。那我就可以把槍拿起來之後，在上面直接做操作。那充完電之後，直接在這個樁上面做付費的動作，做信用卡扣款的一個動作。快充站就是對車主來講很方便，因為充到你需要到達目的地的時間就非常短。像這裡市政府嘛，你停着沒電的時候，停着的時候去上個廁所再回來，大概休息個10幾分鐘，那電量其實就已經夠大概100多公里，可以讓你繼續去下一站。然後而且電小二的那個 APP 啊，它不只會顯示自家的那個充電站，它還會搜尋附近其他家的充電站。對電車的車主來說，我覺得很方便。快充的部分對車主來講就不會有里程焦慮了。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進步，大家掌聲鼓勵喝彩。我們第一批建置的超高壓350 kW 快充電樁，那這個350 kW 大概多快呢？平均300公里的續航力的話，大概只要10分鐘就可以充飽了。比起慢充，有時候20 kW 或是更小，可能要充8個小時才会充滿。這真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時間。尤其電動車之所以有些人還在會有里程焦慮，就是說它的充電樁並沒有那麼普及。那有碰到充電樁一充起來，也要間隔很久才能夠充到一個可行駛的里程。因此呢，這個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是未來的這個電動車發展的趨勢。因此呢，我們也積極在布建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那今天就是為各位展示我們跟台達電合作那所設置的這個超壓充電樁，未來也會逐步把高壓充電樁普及到許多景點，或會讓市民朋友們跟外來的觀光客會有里程焦慮的地方。那凡是這個車輛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都要以這個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為準，避免說車輛久占這個車位哈。那我們要增加車輛的流通性，那就是要讓民眾不會耽擱民眾的時間，也耽擱停車位的時間。所以我們未来的高壓跟超壓是為了台南市政府布置充電樁的方向。另外是我們嘅歡迎收看1月29號中嘉台南電新聞。立委陳廷輝為了感謝民眾認同甲支持，可以順利通過黨內初選，所以持續展開鐵馬感恩謝票。今日下晡對下營上帝廟出發，一步一腳印要呈現台南第一女市長的堅持甲信念，嘛希望用女性市長的溫柔甲感動，取回人民的信任。陳廷輝鐵馬感恩行29日下晡來到下營上帝廟，出發前先向先天上帝上香參拜，感謝上帝講庇佑陳廷輝順利通過市長初選。參拜，
扣下先天上帝性質烈烈威能顯赫，庇佑市長候選人陳廷輝順利得到民進黨提名，恭請庇佑陳廷輝大選高票當選台南市長。陳廷輝鐵馬江運行將會騎行全台南37區，用正向堅持的心向支持者表達感謝，也希望以女性市長溫柔甲感動，找回人民的信賴感。今天呢，我們從下營出發，我們希望的就是用一區一區感動的態度，然後找回人民對我們的信任。因為台南第一位女市長，400年第一位女市長，我們希望用不同的溫度。不同的感度，讓人民更有信任感。人民對我有信任，人民對我這個信賴感，相信咱較有法度贏到在位里輩，咱最後的勝利。所以希望咱做伙加油，我們一定要改變台南，讓台南用女性的溫度、女性的力量來改變台南。順利通過初選，將感謝化為行動。陳廷輝用鐵馬一步一腳印，騎遍台南37區，將支持化為真正的力量，也用溫柔而堅定的方式，持續向市民傳達伊對着故鄉的承諾甲期待。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2026年台南車展對29號到2月1號將在大台南會展中心登場，僅有200間的廠商520個單位展出。開幕期間，嘛有10台草炮到場助陣，而且拜六禮拜上午也分別有哈雷車隊甲重型汽車來到樓頂，會當講是美宴盛轟動。祝福我們2026台南車展，我們的展期呢能夠圓滿順利。草炮馬道各式各樣的周邊商品吸引車迷眼光。2026年台南車展在大台南會展中心盛大登場。這擺車展邀請全國200間的廠商參展，超過500個單位，展售包括汽機車相關的配件等產品相當多元。那今年是第4屆由我們工商時報自主來舉辦，那也有所有的這個參展廠商的支持，還有各位貴賓的支持，還有來自台灣各地的這些好朋友們的支持，讓我們能夠繼續的辦下去，也為這個車展未來打下一個更好的基礎。台南車展今年已經邁入第4屆，全面展現台南汽機車產業的多元面貌，不只展現技術創新加產品的多樣化，也凸顯台南在南台灣汽機車產業中心的實力加發展的潛力。活動越來越好，而且吸引的人也越來越多，讓各界可以讓他們看到台南的進步。那台南這幾年來，除了大家的車展以外，而且我們的汽機車零配件特別的發展，車燈跟重機這些微型工業。這擺車展對今仔開始一直到2月1號為止，拜六竟有大型重型機車的組織，活動嘛搭配台南購物節好康，歡迎全國民眾做伙來台南參觀，感受南台灣上熱鬧的車展。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第幾站工會高度關心的業幣規劃政策，經過全國甲6都商總團體20多檔的努力，內政部在去年將伊正式修法通過，也就是依照商業團體法，所有公司行號攏愛強制入工會，而且一旦無完成規劃，將面臨罰款的風險。對此，台南市商業總會理事長宋俊明嘛出面宣導該政策的合法性甲入會好處，呼籲會員千萬唔通因為要省入會年費，結果卻無辜被處罰。無論你是做小生意，也是開公司，攏愛佇開業以後1個月內加入該地區的商業同業公會。不過，長年以來因為無法源依據，造成所謂業幣規劃效果大大打折。不過，內政部在去年針對商業團體法第12條已經修法通過，也就是正式有強制加入工會法源。
面對這項重大變革，台南市商業總會理事長宋俊明、副理事長韋月華加商務顧問李茂坤陪同，嘛對外宣導該政策合法性、立法福利加好處，呼籲公司行號應該盡速完成規劃程序，也無一旦被主管機關稽查，其他是經過檢舉查證屬實，將面臨裁罰的風險。現在國際的氛圍這麼競爭，所以每個百工百業的中小企業哦，加入這個工會是真正是真好的代誌。所以哦，我在這邊呼籲代表台南市商業總會呼籲我們的中小企業，如果說現在內政部已經通過如果說可以的話，盡量就是你們有相關的工會可以加入不一定說你的行業是行業別有什麼特定。就是說，你有相關就可以加入所屬的想要的加入工會，這個是這個是法令通過的，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台南市的百工百業的中小企業能夠針對業必規會能夠大家能夠要有所認知這個是整個帶動我們中小企業是一個城市進步的一個小引擎所以這個帶動我們。台南市的一個經濟的一個脈動，所以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台南市商業總會目前有115個附屬商業工會，面對基層工會爭取業必規會20多天來努力，終於通過，會當集合同業的力量，保障大家權益，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等多贏局面，表達肯定。業必規會已經足辛苦啊通過，希望講大家每個工會啦大家來加入大家啦有這個行業來加入會當受咱政府的這個保護啦保障啊工會的角色內底會當甲伊協助處理一寡伊無法度處理的工作其實工會攏是咧照顧咱迄個基層的會員啦。希望講大家要參加到迄個工會的人，攏愛來參加工會，對咱是一種真好的保障，嘛是這個業必規會要來照顧咱的業界的一種動能所在啦。商業總會強調，以後如果公司想要競標政府公共工程，一定要有工會證明，加上立會也有旅遊、餐會等補助，真會好。所以千萬唔通為了省立會年費，甚至無辜受罰。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為提升台南市營養午餐的品質甲學生的健康照護，台南市教育局將正式成立午餐保健科，專門負責全市學校的午餐，來展現市府對學生健康議題重視。另外，台南市的全國飲食教育創意比賽嘛得到袂歹成績，其中健行國中也摕下國中組佳作以及最佳表演獎。台南市政府長期重視校園的營養午餐，面對中央營養三法的訂定，佮着教育部午餐政策的推動，市府以着學童健康優先為主，積極整合資源，將設立午餐保健科作為專職的單位。我們從明天開始呢，我們教育局呢從學輔校安科，那麼分出來就是午餐保健科，也是目前全國第一個以午餐那麼來設科的一個這個都市。我想展現我們台南市呢，事實上對午餐還有營養教育的一個重視。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的中央廚房還有午餐自辦率，事實上是達到了94%，是全國最高。為什麼？因為我們要確保孩子的飲食。那只要家長當初是家長繳的少，那孩子吃得好。那從9月開始，市長也宣布了，那全部由市政府來提供補助。那但是我們的這個午餐自辦呢，事實上會持續下去。那所以我們成立了午餐保健科之後呢，事實上能夠繼續深化我們的學校除了午餐自備，還有最重要的是營養教育，還有食農教育。另外，在展現食育的實力方面，台南市在參加教育部國教署114年度飲食教育創意競賽健康飲食的小組報，
在全國100多支的隊伍當中，台南市嘛有4間學校取得好的成績，其中建興國中的吳宇謙，以着少年師生的私房營養菜單，得到國中組的佳作，甲得最佳的表演獎。我是一個國2小小書生，上了國中以後，身體逐漸成長，課業也越來越繁重，明年就要面對會考的大挑戰。成長和讀書都需要體力，好的體力除了適量的運動和正常的作息，更不可或缺的是均衡營養的飲食。今天來到貴寶地，我要和在座各位分享我的午餐私房營養菜單。這份菜單是由五穀米搭配4菜一湯，以及餐後水果小番茄所組成。五穀米富含膳食纖維，能延緩糖分的吸收速度，幫助穩定飯後血糖，有助於我們下午的學習專注力集中。我們學校也是很鼓勵，就是同學們能夠自己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然後促進就是對於健康促進有再多更盡一份力這樣子。然後也面對就是大家會討論到的午餐議題啊，就是同學們也可以互相討論出一些大家喜歡的一些菜色或者是營養的一些條件。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參與的活動，這樣。在全國177件的作品，最後選出35件進入決賽，有着各隊以着播報、相聲或者是歌劇等多元的形式來呈現成果。咱市迄種的，還有善化國中、昆山國小以及中明國小，充分展現咱市推動飲食教育的好成績。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延續美軍駐台南時期在北區開源所留下中美合作歷史以及貫穿的生活記憶，台南市文主協會甲台南里政環衛文教協會29號開始所舉辦的阿媽你看貫穿文化美食節，該活動將為期5天，結合143個單位，透過貫穿的特色美食、文化展示加交流，邀請市民做伙來貫穿高官，嘛感受年節的氣氛。香港公的獅仔頭一粒一粒做好放入油鼎內底煎，外口早就已經有民眾佇咧排隊。阿媽你看貫穿文化美食節熱烈登場，以年貨大街為主軸，有貫穿各省特色美食、傳統年節小吃加文化展示。各地的特色都有，辣味的啦，還有各地的美食都在這裡。那也希望說，我們市民朋友可以利用這個時間，然後過來過年到了嘛，然後才買一些年貨。這邊也是我們早期的一個軍艦區，包括我們的正興里、重興里，還有我們的大光里，還有我們的大興里，都是我們早期的一個眷村里。這邊有很多的滿滿的回憶。北區嘛是管好真濟行政區，特別是原美國學校舊址周邊，攏是貫穿。去年頭擺舉辦貫穿年貨大街，就受到好評。今年延續辦理，組織143個單位，彰顯早年貫穿過年時陣熱烈溫馨的生活場景，營造懷舊甲人情味的年節氛圍。我覺得這是在我們北區呢，算是一個中美合作哈。那有美式的場地，然後回憶，然後呢加入了我們中式的一些古早眷村的一些美食。我們有豆腐香腸、臘腸，然後廣式的臘腸、臘肉，然後我們是湖南臘肉。上次就是缺豬的那個問題，其實有稍微影響，但其實價格不高。活動對1月19號到2月2號，為期5天的時間，期間透過互動遊戲，大工限量發送200份貫穿肉包，消費滿額會當兌換無彩券，也是春聯燈應景好禮，讓大家提前採講過好年。台南新聞出發採訪報道。
肩胛頭是人體活動範圍上大的關節，而旋轉肌嘛是穩定咱肩胛頭真重要的結構之一。不過，隨着年齡增加，骨頭的退化會產生骨刺，嘛容易造成旋轉肌腱佇骨頭之間的空間有變較矮。所以醫生提醒，如果你的肩胛頭痛甲手夾袂起來，就要懷疑敢是旋轉肌腱的受傷。真濟長者隨着年紀的增加，骨頭的退化，加上肌腱修復的能力變差，就算無做初動，反覆性來使用錯誤的動作，旋轉肌腱嘛容易來受傷。一旦受傷，會造成肩胛的痛痛，甚至手夾袂懸。對此，衛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復健科的醫師張俊凱表示，如果有類似的症狀，一定要接受理學的檢查，才能對症治療。旋轉肌的肌腱，其實它常見會受傷的原因，第一個就是說，有時候是我們用力過猛，或者說像有些運動員長期做一些過肩的活動，都會容易造成受傷的狀況。第二個，其實在年紀大的病人身上比較常見，就是一些反覆性使用，一些錯誤的動作，就容易造成說我們旋轉肌在我們兩個骨頭中間產生一些夾擠的症狀，長期摩擦之後，就容易造成旋轉肌的受傷。而至於旋轉肌受傷，我們要怎麼樣去診斷呢？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病人病史的詢問，第二個加上一些理學檢查。而現在的話，最常見就是我們可以再加上超音波的檢查，它可以去看看肌腱是否真的有受傷。而如果說要再更精密的話，我們就可以透過核磁共振的檢查，去幫病人進一步的診斷受傷的嚴重程度。另外，對着旋轉肌腱受傷，佮着俗稱的有時間，因為痛，佮着手袂用個壓懸，症狀真共。毋過受傷佮着發炎的所在無共，還是要經過正確的診斷。旋轉肌的肌腱，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透過肌肉，然後把力量傳遞到肌腱，然後帶動我們的骨頭去做動作。所以肌腱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幫忙帶動我們手去活動。而五十肩的話，它其實是我們肩膀的關節囊，它有發炎的狀況，造成說整個關節的活動度受限。所以兩個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說，我們去做被動的關節活動。所謂的被動關節活動，就是不是病人主動去動，是別人被動去幫他動他的肩膀。如果說肩膀的別人幫他動的被動關節活動度也有明顯的受限，那通常病人可能就會是50肩的狀況。如果說他的被動是沒有問題，但是主動因為他肌腱受傷，所以力量沒有辦法傳移到骨頭，所以病人沒有辦法拉起來，那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會是肌腱的受傷。醫師強調，透過理學的檢查搭配超音波，就能了解病人的旋轉肌腱是不是受傷。一旦確定，接下來就是治療。一般保守的治療包括歇困、物理治療、佮着藥物。但如果治療的效果無好，患者會用考慮接受注射或者是手術的治療。無論是注射治療或者是手術修復，病人攏需要搭配物理的治療，才能協助改善肩胛活動度。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基美博物館首次甲大英博物館合作，推出台灣歷史上上大規模的埃及之王法老特展，引起各界注目。到時將一口氣展出280件珍藏的文物，當中有99%攏捌佇台灣展出，對珠寶、陪葬品、石雕、棺木到文書批信都有。赛提二世王權坐像在入口處威嚴又壯觀，展間內的水波紋光影加上流水聲，仿佛置身在尼羅河。奇美博物館2026年首度與大英博物館合作，推出埃及之王法老特展，內容包括珠寶、陪葬品、石雕、棺木到文書信件，一應俱全。逛完就像看完法老的一生，保證而且絕對的讓您感到驚嘆，而且好奇，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動。那這個感動呢，不見得一定要出國或者來奇美就可以看到。當中有高度將近2.5公尺，寬超過3公尺，用18片石塊組合的烏里倫普塔木式祭堂牆面，還有距今4712年的沙納赫特國王擊殺敵人浮雕。展覽分成7大主題，以王權視角，從
從法老如何被視為神派來的人，一直到如何治理國家，最後追求永生之路。总共有280件作品，幾乎99%都是第一次來到台灣。法老本身有非常多重的身份角色，我們透過他的這一些職責去探討影響古埃及3000年文明的這個龐大帝國的各式各樣的，不管是政策、建築以及外交文化關係。At the British Museum, we're really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people and getting people's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worlds to come forward. So when we developed this exhibition, we wanted to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our collection, which really highlighted the pharaoh himself or herself, and get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ho the person was behind the double crown. 展覽更啟用全新的 VR 體驗，穿越時空，走進古夫金字塔內部，感受古埃及文明魅力。雖然展期長達1年時間，但15萬張預售票就被搶購一空。館方估計將有60萬人來朝聖，勢必帶動台南的觀光熱潮。記者邱懷騰的報道。高鐵宣布，對2月2號開始，平日將增加暗時10點南港到台南左營的列車，以及停靠台北板橋無停台中的新政策。高鐵表示，希望新的班次會當分散輪調，方便旅客有更較濟選擇。高鐵宣布，從今年的2月2號開始，平日1到5將加開一班晚間10點從南港發車，停靠台北板橋後不停靠台中站，直達台南及左營站的直達車。民眾表示，如此是便利上班族以及當日通勤需求的旅客。對上班族來講，我覺得是蠻方便的，因為縮短時間啊，你縮短時間，你相對性就快速嘛，就不用站停。這樣很方便吶，省了很多時間吶。因為我們去台北也是會坐比較快的那種，那1個半小時的高鐵，所以有這樣子更快啊。目前高鐵北高最短時程的列車是9點20分南港發車的車次，之後3班車都是多站停靠。10點的增班直達車增加了民眾的選擇，也可以分散搭乘人潮，舒緩乘車壓力。你要高雄到台北的，那你就不要去擠人家的那個區間車，你就是專門有加開這樣子一個高雄到台北的一個加開班次，讓大家來做使用。那把旅客做一個分流之後，我認為它當然會有效的去降低大家都去擠在同樣的一個高鐵班次上的一個這樣的問題。立法委員李坤澤建議高鐵加開台北高雄間更少停靠站的直達車，讓往來的旅客有更便利的選擇。更希望是由台北到左營的直達車，或者是南港台北到左營的直達車，讓時間更加的一個縮短。因為我們看整體的高鐵的運量，從台北到左營直達的車它有一定的搭乘量那我們希望高鐵公司在未來規劃班次的時候，能夠再做進一步的檢討。高鐵表示，加開的1985車次已經列入2月2號後的新班表，民眾可以預定利用。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感謝收看1月29號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
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